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新竹市长高虹安和议员来指控走行程，除了市府配备的公务车之外，还有4台私人车，其中1台是爱300万的保时捷的跑车，是登记伫新竹县的前议长张碧琴的地夫的名下。张碧琴是来回应讲，伊是走行程顺线载高虹安做伙去。高虹安的前男朋友李中庭名下美玲的车，嘛常常出现伫市府公务的停车场。议员是批评着高虹安走行程用遐尼济台的100万名车，敢讲是有啥物秘密的行程，袂当来公开。新竹市政府回应讲，为着要省资源，所以这个市长拜6礼拜的行程，拢会拜托要做伙去的朋友顺续甲载，且唔通乱按罪名。新竹市长高虹安走行程，不过伊坐唔是公务车，是这台黑色的保时捷，1台爱300万，看起来是真气派。车主张文锦是前新竹县议长张碧琴的小姐，伊讲是多好顺路载市长一撮。是我弟媳是有这一部车，就是我们在那个这个活动场合遇到。那他有私人行程，我们就顺道载他一程而已。除了这台以外，市府停车场内底包括超过100多班的 DS 高、好数汽车嘛妨点名，有这台 Infinity 是发言前私设停咧驶。那其实也可以从市长的财产申报中就可以知道，市长名下是并无登记车辆的。特别新任民政处长议员批评高虹安4台私人车轮流坐，行程无公开，敢是想要闪避，应该讲详细。那是不是有相关的对价关系，或是利益输送，或是有什么让人不知情的这个内情？这个也是让我蛮好奇的。那呢，伫无爱查甫人徛伫咧美玲的车边，伊就是高虹安的前男朋友李中庭，嘛真侪摆互看到甲车挡伫咧市府的公务车架。新竹市到底是有多少的行程，而且是什么样的行程，要让它这么的神秘，这么的保密？真侪台100万名车轮流接送，到底是悲壮历程，或者是还有暗坎代志，也未洗清贪污案的官司。高虹安阁因为坐便车，互民众拢伫咧批评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